你就对了边没有了做，你就变做是才给菜一天，因为了边有河山，因为了边有河水。 下面做的睇你哋嘅看下心情太上升，我轻声细语，轻轻踩踩，做的前面都你大对不起。一老外，没有外，一老外。哎，你就都了，没有了做，你就变做是菜一天，因为了边有河山，因为了边有河水。 下面做的睇你哋嘅看下心情太上升，我轻声细语，轻轻踩踩，做的前面都你大对不起。 注意哈，今天早上林务局有打电话来，说在 A3保护区呢有发现一些铁锁链跟锯片的断片，啊，地点大概在阿伟上次受伤的地方南方800公尺左右，他们希望我们派人过去支援。哎，所长，我上次跟他们交过手，我去了。改造跟国恩你们2个人一组上去看看。 是啊，见机行事。哦，阿伟，你所长，好，我知道你很想要逮到他们，不过你现在受伤，行动不方便的，不适合到第一线了。你跟我就留在这里，随时呢给他们2个提供情报就好了。所长，要不然林务局那边联络工作我就交给你啊。哦，哎，所长，我看这个山老鼠跑得这么快。 会不会是你们之间有他的眼线？这是真的，要不然为什么他们总是比我们早一步？这也有可能啦，啊，如果不是他们运气太好了，要不然我看我们得要怀疑到自己人身上啊。你对啊，议员哦，参见啊，你来，遮济。雷军啊有转来无？哦，雷军啊，去台北读册啦。哦，安尼啊，对啊。你对啊，这是要互你的啦。哦，你安尼遮客气啊？无啦，真歹势，我是想要甲你讲吼，迄未前我讲的是我朋友啦。哈，你朋友哦？是啊，算我讲交朋友无说。 才害你互人骗。我知啦，你其实嘛就歹做人的啦。所以我今仔日吼是专工要来甲你回实地。这件代志吼，我会担啦，好无？好，这个一定要收起来，无我会真歹做人。免安尼客气，你真正做人有够赞啊！咱庄仔底有你这款人哦，真正是福气。你长嘛真好啊！这个哦，见你了呀！哎呀，无烦吼，哎呀，好，你坐。哎，啉一下茶咧啊咧。免啦，等下吼，我搁要开会啦。哦，嘿，你长，我搁有一件代志哦，想要甲你参详啦。我是想吼，这个案件吼，对派出所来讲是足歹处理的啦。这放弃的物啊，对咱遮来讲吼是足敏感的啦。因就互山鸟鼠也不甲安尼啊，所以我想吼，这件代志莫搁互派出所加麻烦啦，安尼好。嘛对啦，派出所咯，最近有够无用的。是啊，啊无这件代志，咱就家己处理啊。吼，我讲过，我一定会担啦，好无？好，系啊，啊无这件代志就安尼讲啊，好无？好，我讲过啊，我会担啦，好无？哈，好，歹势啦，你就无我先来，哈，好无？系啊，卖啦，好，我来。阿水哦，这种的开会我袂使做，
你家己算看卖啦。这间银呢，因为唔出师，对冇？顺路係嘛？冇仲睇喎，要興哦，冇問題啊。我看到佢橋下有群上課的人，一奇怪樣嘅。哦，排勢，他係看唔出嘅啦，可能係 IT 啊，從蘇轉來學生嘅。唔係做好啊，又冇很多時間行到順路。也人有nhau，係咩？出黑暗，也下警察，哪有到個臉神體？一冇注意啊，做我錯手，唔怕啦，我下你都佢邊啊，危險唔知啊，唔知啊。辛苦啊！哎，經費當多呢？拜拜。睇邊啊？哦，我嚟。李长，你对不对啊？哦，到警官哦，哎，这，家己过来谢谢。叫我阿伟就好啦。还有，我还没升警官呢。阿伟好，哎，你啉这红飘的，也是得有青。对哪里对不对啊？哎，你喝就好。我是想说，我想来跟你打听一些事情啊。哦，什么代志啊？我想要来请教你说上次那个牛樟菇的事情。啊，免恁麻烦，去用骗就去用骗去啊！那小可代志免恁麻烦啊。李六杯啊，啊，那个事情也是我们的职务范围内的啊，怎么会麻烦？哎，所以你可以大致上回想一下，它大概长什么样子啊？做安尼悬安尼啊，高高的、哦，哎，悬啊，哇黑黑的，黑黑的，头毛短短啊，圆头啊咧。李六杯啊，不是我啦。我是问你说上次卖你牛樟菇那个人呐，哎，你再想一想啦，哦，拜托你个情况买啦，樟菇，哎，马干，哎，李总帮买，哎，抽啦，抽。跟牛樟菇的事情有冇吼？你拄问个欧上都迄个啦，欧上佢都伫啊。啊，吴议员呐，吴议员，哪一个吴议员？吴黑松啊，吴劲松议员哦。啊对啦，吴劲松啦。迄天有来啊，伊讲伊嘛去用骗去，你找伊就对啊，你找伊知影。哎，谢谢。李总问爱是谁啊？哎，你无爱搁坐哦？别哪你啉就好，我搁有迄个请外去无用啦。哦，谢谢啦，吼。请来去哦，吼。哦，再见。我拄好顺路经过了尾啊，请问迄爱定啦，我吼同管员上头很爱爱人唱好诶。安志很好咧。咱啊吼，要当然讲奇怪呢。啊，唔对啊，做嘛跟米白看到来唱很爱爱人子，小人无很爱子啊，做唔对。啊，可以来解释安怎啊？无啦，歹势啦，歹势。
敢讲哪个啦？果然啦吼，我还去很矮人记，骗人的啦。很气啊！你懂不会讲笑呢？娘呀，啊，你要呗，很关心嘛。很多人啊。错啦，係談講啊吼，後來以後過去廠區吼，都好好，嗰邊有個宿舍人下過來，講有一戶嘅主人啊。我嚟啊。全權咧哦，加油係冇一日。哎呀吼，係要睇西科炒嘅冇一佢，早上咧啊吼係寫的，娘呀，你下聽，你看看你嘛。好啊。咁我係上啲無限嘅啦，喺我上班啦吼，我剛剛想咩講？你廿點嘅係冇？係啊係啊。哦，安住先。錯啦，啊，小姐今日同爺爸爸係。原來老受眾，但是出講公司誒，其實小姐應該冇買清楚誒。咁我係上呢度喺無限嚇。哦。所以，转来，我就像有副考用，那有事情麻烦老五天数和子 C 啊。子 C 嘛嘅啊，人哋可以介意啊。今天忙高省钱，没想来。我伫咧想，camp有发生事情的话，我按照得让来一家人吃饭、看电视、过年。那几年，那个无限。冇時間
无人有讲法。两个蝴蝶怪有嘛去事情爱点数？就是经费的问题啦，唔够万做的。你忘记得冇？人哋万岁时节啊，去河巴了，做下姑钓鱼嘅，唔记得冇？两杯唔记得咯，俺记得，人用啥？去小慧家吃团圆饭，吃饱诶。人用啥？去李仲把请丽君告，哎呦。那种时候，人哋想拿到李仲邦的红包诶，李仲邦咪会夹本眼嚟咋？人讲唔好本李金迪。哦，伊生气哦，睇下伊，希望人能当做去搞的生意，有没有？白米啊，你出去读书，俺老豆唔会转来啊。但是俺当翻译，俺会转来。系啊，你记得个时间啊，俺转来的时间。原来你当翻译是就最好，用来来拢来冇好来呢。有吗？我唔记得了。改造了。哦，他在整理装备，马上过来。啊，刚好。怎么样？我顺便跟你解说一下这附近的地势哦。还有我刚刚跟所长还有改造讨论出来的这一次的专案行动还有代号。好。这一次的专案名称叫做“米奇猎杀计划”。米奇猎杀，有是谁想的啊？很逊哎！我想，对不起。对，那代号是什么？自己想自己。改造叫做加菲猫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为什么？它胖啊。有像。哎，高尚。我跟你说哈，正式的来说呢，我们这是专案会议，所以请你不要有这样子的反应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林少猫。林少猫啊，哎，取这么有气质的名字啊，他们是英雄哎，你不知道啊？对，那你猜所长叫什么？所长叫什么？Are you lonesome tonight？ 开得闯。Do you miss？ 它叫做猫王，不要啰嗦啦。Do you？ 阿伟，你嘞？我啊，那我就叫招财猫好了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们先确定一下进度哈。改造，你那个装备都整理好了，差2个电池就好了。阿伟，你呢？我跟林务局那边联络过啊，他们说他们会在鹿山口接应你们。哦，我呢？哎，我觉得这一次就你们2个上去实在有点危险，而且山老鼠人那么多。我知道你的意志啦，可是你已经受伤了，所以你去对我们的行动，我的身体已经没有什么问题了，而且我的这件事情我早上已经跟所长报告过了。我知道所长的顾虑，但是我现在正是没有。这个是确定的事情，我们就不要在这边争吵，好不好？对了，阿伟，你就先不要急嘛，我们上班也只是确认一下而已啊。进一步的指示还是要等所长说啊，你就在这里听所长的嘛。
我去跟所长商量一下。哎，脸不要先抽好。那你的50块，所长。喂，幸福派出所你好。是，在那个地方吗？没关系，我知道那个地方。好 ，OK， 好。他们说巡山员又发现很多可疑的线索，要我们现在就过去支援。好啊，那准备出发了。那阿伟，所长不会答应的。今天早上不是谈过了吗？你伤又还没好，等伤好了再说嘛。所长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但是我跟他们交过手，我可以给他们一些意见啊。而且我上去不是为了要抢功。我知道你有经验，也不是要抢功。可是现在环境不一样，你对山路又不熟，山老组又认识才2天而已。国恩跟改造已经处理过很多类似的状况了。我要你待在山下，是希望你熟悉这里的行政运作方式。不要想太多了，不让你上去，我有我的考量。所长，可是他们真的很嚣张哎，我们应该赶快把他们抓起来。我们这里只是个小小的派出所，如果嫌犯火力强大的话，还是得请分局那边来处理才行的。不可能我们几个人就去攻坚什么的，知道吗？先习惯一下这里吧。啊，以后说不定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你帮忙的，怕你做不完了。我知道了。小心一点啊！碰到老道。什么啦？蛮好笑的、啊，抗日英雄哎。不过那家伙真的很冲哎，明明上山就会迷路，还硬要跟我们一起上山。我猜啊，待会他去找所长的时候，所长一定会叫他背所有分局的代号。关山分局008。你很好笑，你干嘛检查枪？又不一定用得上。安全啊！你觉得那家伙有没有开过枪？没兴趣，不想知道。大哥，大概哦。对啊，整路都很难。小香，要从这边上去，是不是？来，从这里来。喂，学弟啊，有消息吗？他们怎么说？有卖啊，但是要先留资料。哦，我知道，谢谢。
然后那颗牛樟的关是新的，但是砍了一大半。哎，有我们有接获线报，说有可疑人士上山，应该就是这边了吧？这些人啊，为了钱，连命都不想。对，怎么办？都走到这里来了。哎，对，张大哥，我看这个痕迹才刚砍的，他们应该还会再上来，有没有那个比较掩蔽的地方？我们等他们。前面应该有。前面。你看那边那个位置，那应该是蛮隐蔽的。好啊，去那边吧。走。你还好吧？我从刚刚看你一直咳到现在。没事。我跟你讲，你体力不如我，你要承认。考试我可能会考输你，但是在身上，我是大王。钩子拿远一点啊！对不起。我跟你讲，像你这么胖的警察，再跑一跑山都崩下来，在山崩丢警察的脸啊！你减肥一下好不好？不然谁都跑赢你，知道吗？喝你的药草啦。这什么东西？这是我独家秘方。对啊。在山上要小心。你们够砍了吗？没有，这里一切状况都好，迷期还没有出现。是。喂，猫王。猫王。我跟你说，那个林少猫的状况不是很好。喂，我说林少猫的状况不是很好，我现在就想要撤退了。喂，组长，猫王。哎。喂，受壮。受壮，哪来呢？某师啦。某师啊。哦。你不要背着我打小报告。你这2天状况那么差，我是担心你耶。没事啊。没事。我们来2天了，现在走的话前功尽弃。你看看你现在还那么烫，你知不知道？是啊。到时候你倒下来了，背你下山的还是我。我现在就想要收装备了啦，就想要下山了啦。好了好了，没事，你要走你自己走啦。张国恩，哎呀，不要吵了，大概快要下大雨，我们赶快找个地方避一避。把火灭了。屌，跟他那时候啊，你就救退嘞。啊，是啊，你那个人啊，跟他们跟他对了安才跟他去做。不要去等，那你没死活。你看，真的，你就救退，然后那时候你去绑太古诶，我跟他那时候去绑诶。太古的安好冲啊，
你讲什么？你调那个审查，跟他也没劲啊。哎，你现在出所有钱呢，知道冇？啊，那几个钱是少啊，那4年都不多，你都要注册了。就会讲啊，所以太贵了，10几万你知道冇？那都要这时候唔去办，冇时间了呀。几多钱啊？没法子啊。阿辉哥，你会上台北吗？唔会啊，你那个天发哦，还有交通按方便的，上海战役是做的战役啊。做完了，你想去台北？我細時有去過啊，不過你行嗰把唔好愛去。上悬啦，来看哦。前面恁若有重要家校，还是对你台北教一下。好啊，你講啊哦。好啊。你阿輝哥，你喺台北有買來青少年的事情嗎？台北咯，你想念嘅事情，有啊。台北嘅新聞較講。你咪本來係什麼糖豆？我講真的啊，你只要看到唔做啲嘅。台北有動到好高嘅吼。可能用會上啊，都台北設計東西較多，難做咧看目標嘅人，用到好高神奇嘅。你看，像呀，那個公仔啊，限量版的。是哦。在台北買。看不出來。玩這個就好。很小氣。今晚去班啊？那你冇乜事時候嚟啦？我就半夜去阿姨嗰邊放學了。你是累了？今晚學好了。你是累了？用事喏，阿姨你嘛請我啊。是啊，哎，等下我朋友講好咧，等下我出去。俺家呀，唔好出去咧。我朋友講好咧啊。俺哋嘅關心，啲人呀。關心啊！我樂團演出你有冇來看？你應該好什麼感冒？你應該了無看嘛？書圖嘛？書探嘛？認哦？那是你的手嘛？安定嗎？好啊！你坐下來講啊！我聽講啦，很多大會買嘅東西啊，你記下咯，啱啱做嘅嗎？唔是很麻煩。仲係講啱啱講法嘛？啊？你聊下來。你是很的，愛讓你冇咗。我媽媽咪冇你佢你去台北，哎你媽媽處唔好，哎你是處唔好哎。你是假的啦吧？林姐，
不要摆个臭脸给我看好不好？又不是我跟你吵架。就是呢，谁叫你不找我出去玩？害我整天待在派出所里面，不然我爸也不会找我麻烦。拜托，我很忙哎，我在米仓打工，一下要进厨房，一下要端菜，一下子要去送便当，谁像你啊？一应无代志。不然你帮我问阿英阿姨嘛，我也可以帮你啊，我可以端菜、打鼓，还会写歌哎。写歌打鼓是不怕啦，可是端菜我可以的。好啦，我帮你问看，不过我不能确定哦。没关系啊，钱多少没关系，你就帮我问嘛，总比我跟我爸整天待在家里好多。他最近只要一逮到机会，就一直念。啊，不会吧？他怎么了？哎，人家迄担心，他们也唔啊。佢嗰講你用啥草絲，唔全係人爸問題。咁講我已經想好了，要讓阿媽去特別聽下。真的、啊，我贊成。對。啊，你有同阿爸講你嘅聽嗎？阿偉哥他有跟我說，就是台北啊有很多地方很好玩，而且他也會幫我報什麼。真的、啊？什麼啊？高灿伟这样鼓勵你，外面也太不負責任了吧？不是啦，他只是說台北有很多地方好玩，像是他說有很多 band，然後有很多 pub， 然後可以去看 live 的表演，爵士啊、搖滾什麼。那有現場文會。我還有事，我先走。你要走了？對啊。你帶他去練唱嗎？沒有啊，今天不用。OK。拜拜。拜。抓我回家哦。了海多点的啊，网站无卡。还唔想抓的。我买了 Principle 的新专辑，亮伟，我来尝一下嘛。喏，聊一本书耶。Principle 专辑在哪？你这里半张 CD 都没有哎。有啊。他们冲去以为啊。
你看，扬州的人有天数诶。哎，唔会，而且他们又没有用萨克斯风伴奏。有啦，你唔记得啊？啊，袂得，弹音是弹音，弹音是弹音。晓当你啦，你还爱你个某诶，无靠摆摕咧。咱硬用的烦哦。嗯。你哋台北嘅間風未有俩平咯？差唔多啊。應該講吼，你咧的東西曬到來，捱給你哦，就搬到來啊。你從細到大是台北大哦？錯啊，將來講出來了後，都來了之前，全部都是台北。俺話到台北你嘅間風，全主中風會凍僵。因為到啥程度呢？哦，你阿媽嘅報考，就快有中風。唔啲嘅，我要冇去到幾部下。哎，俺先生呢？
瘦瘦。你不应该啊。我只要是包虫，就看到不用都挨个免虫。以前冇老阿讲。你也特别你啊。你说俺不领养不啊？俺手机的维安又冇关。你冇做来哈？没啦，俺讲俺没问题啊。我想过啦，应该马该就老人讲啦，那老家没讲啊，要全世界跟人去讲，就会冇老人讲。什么什么？所以个感情挺难好噶。让我骗说。3000元啊，行吧你。不是啊，瘦瘦。哪的呢？是啊。哪的？几点啊？你这来刷电筒啦？木九，喂。喂，木九。喂。是吧？好像有打斗的声音。木九。谁受伤了？进过来了，别动，警察。爱上你。